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的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和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大家好，我阿德。嗨，大家好，朋友你好，我雪红。咱这一集会是台语话故事的第50集。哦，是哈。发布的时间呢，按算是伫咧5月31号，新历的5月31号。你知影这有啥物意义无？咱拄满一年。你在这厉害！我以为我你确实有厉害咧，你还佫会记哩，无毋对。因为迄当初时的迄天的尔，临时交接。咱台语话故事的第一集试播集，是伫咧6月1号，旧年的6月1号发布的。5月30到第50集啊，第50集拄好是5月31发布，拄好满一年。每年开始每日隔工开始啦，就是6月1號就等於講第二年啊，進入第二年啊。咱是舊年5月30。5月幾號6月？我敢若差2天啊，我小可袂記啊。5月30。所以咱就知影講哇。因为都疫情，我那真安尼无小心就甲，迄个时嘛拄好疫情。对，我拢所有诶拢休困啊。系啊，所以就无方便。咱就就安尼落嚟都50集，就一年咯，真紧。正常来讲，一年是52至53个礼拜啦。咱一般来讲是一礼拜一集无毋对，但是因为包括着咱前2集，就是我即个身体是无够欠安啦，但是就是因为即个疫情的关系，互关起出来，关出来。过年嘛休困一个，过年过迄一届，所以总共迄3届，加起来差不多啊。过过来的，就是向都专访的，专访是正常有伫发布啦，还有算在内，这拢有算在内，每一集是有算在内，所以咱就拄好一年，这是所以拄好正伫个新发布1周年安尼，欢迎大家来甲阮即个老话祝福鼓励一下，鼓励一下。甲阮祝福一下，講活一年啊，敢若即个單元就一年啊，毋是講其他頭前攏無算哦，其他無共單元就無算，敢若台語話故事。有雪紅開始落去，雪紅只來甲咱即個阿德來開講的即個頻道內底是滿一年啊。對，正緊。先講即個做毋是做道濟，道濟是幾歲啊？敢做道濟？有你問一我煞袂記呢。滿一歲是做道濟，還是？我講問過，我袂記咧。阮一周歲是，該是吧？周歲啊，周年啊，怎做啊？係啊，對啊，應該是做多者。我今日講唔對，再講一個啦。我等下，因為你那大想袂起來，你那大漢嘛袂記起啊啦，無去可能是做多者時陣啦，要抓周吧。阮即個50集，這集嘛真特別是拄好是佇咧第50集，咱來做一個甲過去無同款的物件，就是咱頂解有。上尾啊的時陣講一書啊，做一個開頭，甲大家評判一個，就是即個美國的故事吼，因為咱原本攏是重點攏佇台灣的故事，那一屆當然真正嘛有人一直講想要聽看覓國外的故事。第二是因為咱頂一集是講即個廣播電台，咱這集是延續頂集講的廣播電台的主題，再加想講拄好有一個真重要，阮過去攏捌學過一個發生佇美國甲廣播有關係的代志，所以想講趁這個機會大家了解一下。咱之前其實嘛有講到，講即個佇咧台南嘉義，
家里毋是厝内家里台南家里的即个吴新营医师，伊伫咧即个1938年的时阵，为着买一台收音机，大家还会记得无？也着爱考虑再三，一台75块，非常之贵。介绍上敢若有较贵啦，所以讲爱考虑啦。你若是毋知影偌贵你即集听了回头等于回头去听顶一集你就会知影。毋过共一年咧，伫咧即个美国收音机的普及率就搁较悬甲当就无共款。对啦，慢慢就进步咧当年全美国差不多有3200万户，共款咧讲户拢是用家庭去算的啦都3200万的家庭3200万户，其中有我要2700万户有即个收音机。这比例就真悬啦，无毋对。当时咱若是对照着即个台湾日本时代1943年的统计，全台湾无一成的家庭有收音机伊比咱较早有就准拄煞，而且是普及率遮悬，3200万户内底有2700万有。环境无共款啦。所以即个当时伫咧即个美国即个广播电台算讲收音机啦，算讲差不多家户拢有啦就是安尼你就知讲有差偌济安尼。当然啦，即个该当然电台的主题嘛是五花十色，啥物拢有这是正常的就像五花八门是像咱今日要讲的即个故事就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即个广播电台，哥伦比亚这真有名广播电台 CBS 当做 CBS 就简单讲就 CBS 来引起的事件。若要讲透基，咱就为迄天来开始，是拢爱安尼讲，免飞目屎咱就为迄天来开始的倒一天咧，1938年的10月30号礼拜日10号的礼拜日。无错当若是有囡仔的听友可能就会知影，迄天伫咧美国叫做万圣节。万圣节台湾嘛叫做西洋鬼仔节拢有人安尼讲西洋鬼节万圣节其实大英团结台湾来啦，变成一个即个活动的时间啦即马是真侪即个幼稚园或者是还有一寡爸母拢会甲囡仔装成即个古水即款妖魔鬼怪这尤其是幼稚园较有啦。是大家都去路的家户去讨糖去讲你也无互我糖就来甲你变鬼变怪其实都是一个活动啦，对啦，通算去装一个安尼去算来了装来了不过咱今日要来穿越时空一下即马你是即个1938年的即个美国叫做即个纽泽西州当然我无完全照即个汉字去对应来翻我用较接近伊的原本的发音 New Jersey 伊的原本的发音咱就纽泽西州就即个州啦，美国是用州伫算的嘛对咱台湾当剩两个省啦，一个是台湾省当已经当省嘛当省嘛另外一个是即个这啥连江福建咱其实还有一部分是属于福建省这两个省这毋管啦，就是至少大家知影讲就大概等于美国即个州的概念那当然即个所在继续讲你是即个所在的人1938年美国即个纽泽西州的即个所在的人今日万圣节厝内即个囡仔当伫咧甲厝的做一寡布置要做活动嘛，因过去就即个活动，等你甲因装就对啦，等你在做一个布置安尼敢若即个要参加 party 安尼真趣味，大家拢足欢喜的厝内收音机嘛开咧，咱当讲美国即个时阵，大家厝内差不多拢有收音机无影响嘛，你装你的听耳孔在听咱顶个嘛讲到即个收音机的好处是啥物大家咧嘛讲无足认真伫听啦敢若大概知影讲一时伫讲啥物太空当中太空啦太空当中其他一个啥物生命体伫咧观察地球的人类啦就敢若讲咱会观察其他动物共款有诶无诶啦毋知你讲啥物话告安尼那么伊佫换成啥物气象报告啦那么佫放啥物乐团的音乐啦安尼就是换来换去嘛一段时间拢无共款诶节目无人认真咧听有一个声伫边仔安尼尔说落来
都每一点钟的新闻啊，新闻像咱过去电视台嘛是，但有新闻台较无差，过去是每一点钟放新闻，其他时间就是报固其他物件。定的时间啦。其实有的广播电台还佫是安尼，我是整点的报新闻的，真侪电台佫这习惯。比较即嘛除非讲开车较比较会去听收音机啊，那无是。大家开车拢有当时应该拢是选这 podcast 咧放，拢是收音机啊。所以就是过去有这习惯每一点钟美国嘛安尼每一点钟咧放新闻那新闻就开始咧讲什么天文学家、天文学家天文学家就观察到讲这个火星顶悬有一寡奇怪敢若无啥对一寡怪奇的代志安尼。还有一寡访谈啦，访谈就是讲找这科学家来访问一下就问讲你认为火星顶悬到底有这个火星人无？火星人有这个火星人无？这个科学家就讲迄拢黑白讲的啦，有诶无诶，这就是大家咧谣传啦、传说尔啦节目做到一半。熊来一条紧急的这个新闻插播新闻就讲现在伫咧这个纽约市州的一个农场附近发现天顶落来一粒非常大粒导火的物件，竟然是一粒温石。这粒温石离州政府敢若22公里远尔。即马咱从现场交互咱的特派记者卡罗请讲。是主播嘛，但是讲的就是大概安尼，就甲这个现场转换去互这个现场就是发现这个温石啥，就是陨石，就是天顶落来这款的烧了的或者流星啦，无烧了或者陨石过去咱咧讲落来的，落落来，讲一个足大粒的这导火的温石落个涂骹来而且离这个咱都讲这个纽约市州的这个州政府伊就是办公的所在嘛，敢若22公里远尔，无讲介远22公里远尔所以讲咱就紧的这个主播就讲咱紧的甲现场交互特派记者人经伫现场你若看打电视嘛拢安尼咱 SNG 连线特派记者这个时阵咱就听到现场这报道的声音就出来讲敢若你会听到敢若有物件当伫导火当伫烧迄个声音哔哔哔哔安尼有警察车的声啦救护车的声啦还有对这现场的人的采访因讲因搭人就是伫咧即个这粒温石边熊现场就出来一个大家拢惊着咧惊吓的声记者卡罗就开始说明讲因到底看到什么伊就讲这是记者卡罗现在伫咧纽约市州一个农场的现场报道即马现场天公伯迄到底是什么迄乌影内底伸出一条物件我听摇手敢若一尾扑熄的蛇同款扑熄就是即个灰色的感觉噗安尼蒙蒙雾安尼咱继续转来甲卡罗这边又搁出来一条又搁出来一条迄敢是触手我看伊全身规身躯安尼敢若乌蠅遐大只同款伊规身躯看起来敢若一领拗起的牛皮搁有迄张面我毋知要安怎讲袂晓形容我直要看袂落去伊遐两蕊目睭乌甲会发光亲像毒蛇同款安尼喙是顶看下尖好亲像是无喙唇喙若就为迄条唇安尼流出来记者必须甲现场特派记者安尼就一直画落大家讲这件代志伊虽然足紧张的但是嘛是必须要甲现场的才会讲互清楚互大家听所以咱即马因为伊较紧张咱替伊整理一下咱先来甲整理讲电台内底播出插播的新闻讲这个纽约市州的这个州这纽约市这个州有一粒温石落落来而且伫石头内底出现一个歪物件可能是歪而且甲一只乌蠅变大有几支这个触手咱都讲着触手就是触手这平常是无啥伫用啦但是咱就是照安尼翻触手就是啥物物件触手像这个目眦飞机塔壳有拢有迄敢若手腕安尼生另外出来触手触手面生做足恐怖这个物件互人看到会惊所以后来咧佫过一时这个记者佫继续说明现场的情形佫讲啦记者就讲记者靠路伫遮为你进行这个现场的报道即马这个当地政府已经派一队警察去检查迄个可能是火星人的物件我怀疑讲这是火星人但是因还袂行到位迄个火星人对因喷出一大片的火焰说落来广播内底就剩下这警察的哀叫声定大家伫哀还有火星人发出来奇怪奇声怪调就尖安尼因的声迄个毋知啥物意思毋知啥物声呢足奇怪的声还有爆炸的声音
过来麦克就完全无声。这个 CBS 电台播音员呢，就甲现场佫刷转来播音室，主播嘛，主播今日甲刷转来播音室，遐无声。咱若定看电视台嘛，定安尼无。哎呀，风台啦，啥信号伤歹，咱随佫刷转来，刷转来咱现场的翕影棚，即个摄影棚内底，摄影棚内底，就是即个习惯共款吼。过去嘛是安尼。咱伊就是讲，甲大家介绍解说啦，讲因为当发生一寡无法度控制的代志，暂时可能无法度佫播送现场的声音嘛，听起来就紧张。收袂着啦。既然是安尼吼，你总是要互伊时间去调整，看卖看都抢救无，甲即个收音甲收转来。咱是无插播广告啦吼，不过咱嘛对着即个 CBS 电台先歇困一下，那么那个转来。来，咱转来。这个 CBS 电台，咱讲的 CBS 电台吼，因当伫处理因的这个信号的问题，吼，因线路的问题，吼当然已经甲现场嘛有联络啊，联络到啊，吼。这个节目内底咧，还有另外一个播音员，吼，就是这主播嘛，甲大家甲咱这听众讲，吼，讲因拄则接到一通现场的电话。目前的了解是讲，至少有40个人死伫现场，而且内底包含着6个军人，做兵的就对啊，因已经烧甲面目全非，拢认袂出来啊。当时在地政府嘛公告讲，即马发生的事件，即个农场附近的即个关，各路的关，全部进入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无毋对，所以来现场的连线就又搁转去啊。安尼有个讯号无好啊咯，就是代表讲当场迄个现场应该发生真侪代志。到这个时阵呢，全美国会使讲是拢已经伫讨论这个代志，因为所有人的这个收音机内底拢听到这个事件，紧急插播一个新闻，而且已经连这个做兵的这个军队内都出代志啊！这是有影无影呢？火车人入侵，这么咸的代志，敢有可能会发生？大家拢伫想啊，哪有可能？但是就敢若有影咧，这就新闻插播，新闻总袂做假啊！迄当阵都遮尔进步，也讲是火车人嘛。迄个时阵就已经有火车人这款讲法啦。因为美国伫咧做这个太空的这个研究，其实较早因当时已经真早都有这个研究啊。遐物件到底是啥物？敢真正是火车人？嘛有人认为讲有可能是这个德国这个纳粹开发出来的这个秘密武器德国纳粹是啥物物件？就是纳粹。纳粹就是对，德国的这个纳粹就是讲，伊可能是不是因开发出来秘密武器造成的问题，攻击美国，是不是安尼？嘛有一寡这个基督教的教友啦，就认为讲这一定是魔鬼降世啊！即摆就随人讲啊咧，是，就讲世界末日要到啊，这是咱上帝降下的处罚，就是甲这人类地球上这个人就是拢要消灭，实在是做了伤侪歹代志啊！上帝要来个处罚世界末日要到嘛，这款讲法嘛有当时都规个美国都人心惶惶啦。即摆都安尼谣言满天飞啦，对，满天飞啊，无毋对毋管伊是啥物物件，大家拢知影讲这绝对毋是好代志。对无过来大家咧愈来就愈紧张。即个纽约市州的每一间警察局电话拢叫满线，所以大家拢看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因为拢毋知影嘛，敢若听广播尔，无画面呐。大家咧嘛，今日拢准备好即个振臂的物资啊，物件款好啊，准备要走咯。就敢若咧是伫咧中国上海要封城共款哦，前阵中国上海封城共款，紧来走今日是万圣节啦，但是已经无人有心思好好过一工啊。你想看要搭人伫现场，你嘛无其他来源，你无讲手机摕开摕起来这字的，你 Google 啦，是问 Siri 拢无。你就感觉有迄时有电视啊，但是有电视的人真少。咱主要消息会进步啦。咱主要消息来源第一就报纸，第二就广播。广播已经是上新的，随时拢现场报上这是直播啊。所以上主要的这消息来源就是直播广播啦所以广播啦，我都接收的就是安尼啊。所以讲转来咱这个电台放送讲过无偌久咧，播音室又搁甲现场搁处伫联络啊，搁连着啊，连着连线都先讲啊，现场已经有一位做这个Pearson 这个教授Pearson 这个教授咧已经赶到位啊。伊就观察讲目前这情形判断讲这非常有可能这个
有一种即个叫做热放线，热放射。热放射或者放射的这款特殊武器叫做 heat ray， 英语叫做 heat ray， 就是放射啦，放射线。放射线。目前迄个现场的情况就是可能因为有这款特殊的武器，无法度知影讲伊的材料是啥物，给咱知影讲会使像这个灯塔的照光同款，向着目标会射出温度光，甲你无法度计算的放射光线，无法度接受的烧度，人一瓦咧，可能人都已无去安尼，非常之悬的温度安尼。后来播音员又讲我收到当场这个当时现场的这个记者卡路的消息啦。根据一寡单位的通报这真正有可能是火星人入咧攻击地球的先锋。伊个讲火星人先锋队就是派第一队来安尼。先落来拍。甚至有讲，这个内政部长当时呢，内政部长嘛出来讲话啊，这都官员就对啊，官员出来讲话，讲美国政府无应该隐瞒这么严重的代志，但是嘛，希望讲大家唔通惊吓，政府一定想办法，把这敌人甲锁伫咧一个较细范围内底，无卖互伊四界走。但是呢，因为这个热放射的关系，热放射热放射的关系。目前已经收不到现场任何消息啦。咱最后得到消息就对我讲的，有这个学者在研究讲，可能是热放射这款特殊的武器。嘛有这个现场的记者卡路甲大家讲，这个官员嘛出来讲话啊，叫大家先莫惊政府一定会想办法来处理这火星人，嘛证实讲这是火星人来先锋部队的入侵。那火星人敢若因为所有的消息已经足乱啊，而且过一时伊佫发现讲这个。因为热放射的关系，听讲恐惊的，即个拄则讲迄个教授这譬如送即个教授已经反射嘛死啊，伫现场就死亡啊。所来消息因为伤乱啊，火星人敢若已经扩散到美国其他的所在啊。听讲传出来讲，因所来的目标就是美国的大都市纽约，纽约大家拢知影嘛，大苹果呢，所以迄时阵。就传讲即个纽约市开始伫做特例的警报啊，太恐怖了！今日走倒咱就对啊。纽约市民呢，当伫咧逃离当地，新闻内底讲的啦，即个报上内底讲，播音员就讲 ，CBS 电台伫遮报上，即卖纽约市当伫引导即个市民离开啊。但是火星人开始使用毒气咧攻击，咱的军队陆海空三军已经拢被消灭了。那我可能伫遮是最后来替咱的听众报上这最后一条消息啦。过来收音机内底就存一寡即个杂音啊，怪怪的声，已经存杂音啊，收袂到物件，连播音室内底都出代志啊。所以你要听，比如讲咱在我哋模仿即个主播讲，一直扫，毋是我本人伫扫啦，是内底可能毒气攻击，嘛进入到即个播音空间，会吸到迄个烟呐。过了一时啊，拢完全无声，拢是即个款声尔过了一时啊，一切归于平静了后，播音员的声佫出现啊。安尼奇怪，伊讲。你即马收听的是 CBS Wells 主持的空中最近剧场节目，拄则有你报上的是根据 Orson Welles 的作品《世界大战》改编的广播剧，咱小黑困一下，继续咱们的节目播出。你们真笑诶！所以自头到尾全部自头这个新闻开始，全部拢是伊的即个广播剧的一部分。安尼遐人听人会气死哟！其实公布了个后半段的故事后半段的故事就转变成讲为即个咱讲怀疑讲伊已经死啊，即个教授譬如从即个教授个人的角度来讲即个故事的后续。当然啦，你只要一听讲伊个人的角度来讲故事，这就独白独白就是讲敢若做戏共款，才个人甲我家己心内想的话讲出来嘛。毋过已经袂赴啊。因为头前迄段咱都讲头前迄段伤过逼真，伤过真实啦，伤过惊人啦，无人料想会到讲竟然造成社会极大的不安。根据2年后的研究，2年后有人去做这个代志的研究，就算规出去广播剧内底总共有4遍，甲大家讲这是广播剧，毋是真的总共有出现4遍，有缘造成当时有600万人收听到这个节目。
其中有170万人甲当作真实的新闻放一送定会嘛，因为你即个情形下落去吼，头也无拍广告，讲我这是你纯连故事，而且大家就算有嘛，无一定是真听，拄开始发现讲奇怪内底啥愈来愈奇怪，愈来愈注意的时候，你个袂赴啊，已经当作是真的。啊，你去安进行造成社会混乱对啊，这170万人内底有120万人吼，当时的研究啦，因为讲因为有120万人因为收听到即出戏来陷入惊吓，甚变忧郁症，包袱啊款就要导出因的声气，造成这路面塞车。哦，这代志严重，迄若安尼讲，是毋是即个广播爱掠起来？到尾又开记者会啦，又来出来回讲回事咧，较想呀，即个太事件太大咧。无错，咱广播局迄报出的迄天吼，即个纽约市州当地即个警察局电话拢封占满线。真正有代志嘛，卡袂入去。真正我遮厝的火箱厝啥，你卡袂入去，全部大家拢你问讲啊，这是毋是真正火车人入侵吗？伊毋知影这个代志遮严重。当初是做节目人嘛，无聊想讲，无聊想讲，既然有遮严重的代志发生安尼。伊讲了，我也伤过寒呢。后来美国这联邦通讯委员会甲制作人吼，就是编辑本人，就是 Orson Welles 写这个故事本人，啊，个咱讲，这个联邦通讯委员会就是这个 FCC 吼，咱单简称说 FCC， 总共加起来收到超过2000张投诉的批。啊，迄正经爱修理一个，红骂咋骂甲变去啊！吼，2000张批啊，甲骂。甚至逼伫即个 Orson Welles 这本人吼，其实这人真传奇啦吼，咱可能无啥机会讲到，但伊对学传播理论的人来讲，拢是足传奇的一个人物吼。伊迄天吼，专工出来开记者会，隔工啦，专工出来开记者会，讲甲大家回息咧啦。这吼正经迄时拄袂造成大家困扰真歹势啊！伊才个头壳规个路的塞车，大家赶要倒烂要出去啊！这造成太大的事件。因为一出广播剧，你想袂出来讲，为着一出戏，广播佫是广播哦，广电视嘛毋是哦，甲大家惊甲因为又没有画面呐。所以造成大家困扰啦，吼，都是甲大家回息咧啊，逼不得已甲出来甲大家回息咧。什么叫逼不得已，也相当大的回息咧啊。是啊，当然自此开始，这个 Orson Welles 这个人吼，都大出名，非常有名。讲哇，伊影响力遮大呢。可惜啊，事实上啦，这个 Orson Welles 伫咧美国是真传奇的一个人物。安尼哦，学过电影理论甲传播学的人，拢一定会知影伊。电影理论学电影的人嘛，一定知影伊。伊捌当初是拍过一部电影叫做《大国民》，大国民吼，这出电影互做这个电影的圣经，所有电影的手法你拢内底找会到。你看这人偌传奇。所有人一定爱学伊物件。那我爱甲伊看卖内底是本身就是一个真天才型的人啦吼，大家拢会知影伊啦。听甲规半无结果是假哦。但是你会使发现讲，伊确实真有这个手法，譬如讲，伊用一般头前先甲你一寡心理暗示，讲最近观察到火星有一寡奇怪的代志吼，咱用新闻的方式咧报上，找一寡什么科学家来甲你讨论啊，科学家佫听甲讲无啦，哪有可能有这个代志？愈讲无，大家愈会怀疑，知影？佫无佫向佫插报新闻官啊，迄就是写小说非常厉害。对，伊当初是先甲写成小说，佫改编成这个广播剧，非常厉害。这是当初是大家拢真学传播的人拢会知影的物件啦吼。当然，关于这个人本身吼，Orson Welles本身都这部分老好有兴趣的朋友，家己去做功课啦。伊非常传奇，若有兴趣去了解一下，你真佩服这个人是有够厉害的吼。咱今日特别离开台湾来讲，这个美国的故事，主要上主要是顶一集，咱就讲台湾日本时代的这个电台引进的历史，广播的历史。垃圾的问题啦。垃圾吼，这都互我想起讲，过去我咧读这个传播学的时阵吼，传播理论、传播理论。迄时听到即个故事啦，就是一段讲迄个故事。你若是以现在有遮尔济媒体即个社会来讲，可能真歹去想到，真歹去想到讲，竟然因为一个广播电台广播剧造成遮尔大的社会影响啦。毋过啦，要即摆来讲，我看迄个人可能会用播，可能是个人播定，但真正造成即个问题，可能后壁看报地我来讲。当时因为这大影响，当时嘛互人认为讲叫做庆忌理论或者注射理论。
上好的证明。但太可怕了。咱讲到庆忌理论甲注射理论这个意思同款啦，这两个理论同款意思，就是讲传播的效果。透过这所谓的大众传播，像电视啦、广播啦，当然当国较侪管道啊，伊的效果就敢若庆忌管啪一声，拍入你身躯内底，电台或者电视讲啥，你都会信啥。当然啦，你当然想讲，当然以你当的经验来看，绝对无可能嘛。所以讲即嘛，咱家己一定爱思考，不管电视你报啥迄个新闻啊，有些爱小啊删删减减。我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讲实在开始讲有些物也是安尼啦。像你即马即讲，你看一个广播都无甲执行的啊，即马电视台啦要报新闻啥，如果你讲清清楚楚报了，无人爱听，无人爱看，无刺激性，刺激不够，很多会加油加醋，甜面有诶无，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啦。对啊，所以当时是有这个想法啦，因为其实传播理论有几个变化，时代的变化，当时都开始大家就是讲，这物件效果非常之强。我叫你去创啥，你就去创啥。当然，以咱带经验来看是无啥可能。对。第一，咱来想讲，咱以当时的这个时间来看好啊。当时600万，咱讲600万人，600万人，600万人听到，嘛是有170万人相信嘛，也嘛无到1/3啦。所以讲，不过这足恐怖的代志，就先来传播呢。但是无到1/3，但是就真惊人啊！相信啊，事实上后来嘛有真侪研究就是讲，当时的股价可能有较碰风啦，就讲可能无到120万人。对啦，但是嘛是造成真大的困扰啦。第二是讲以现代传播理论的这个演变来讲真侪研究拢证明讲传播的效果，定定是讲小号被看你接入这款的情形，也就是讲伊的影响是一丝一丝慢慢改变，不是像咱拄则讲的，拍一个都讲火车人入村，大家都惊到四界拍走，当然不是这款的效果。就是讲咱侵蚀水滴石安尼，一丝一丝的固着落来。以当这个传播理论的讲法来讲，含化效应长期造成的问题，长期影响，这是慢慢累积落来的效果。咱嘛是爱用家己心思较稳定去思考啦。是，而且你的立场真歹，因为电视啦、广播甚至是网络的传播都来改变啦，立场无遐简单改变。即嘛啦，以前较会哦。但是传播的效果是啥？主要是这个加深。不是改变，对，所以你看真侪选举的时阵，是不是少侪竞选的，这个竞选的广告，咱是不是今年搁要选举啊？对，选举开始广告开始出来啊，对吧？因这广告不是要互甲你完全无共立场看的人看的，不是加深印象，因为你看到你嘛袂改变立场，对不？你若不是支持这个人的，不是支持这党的，你其实袂改变你的立场。那伊是要互谁看咧？当然，就是互原本较有可能支持伊的人，尤其是遐支持的，但是无遐尼坚定的人，咱就讲伊的色志较浅的，这款的不管是打一边的立场，较浅的迄款的，伊无一定较认真，摇摆迄种的无安定我较介意像用政党对我来讲影响无遐大我讲即个即个候选人，即个我较介意像我反正就导向，一款的一个就是讲摇摆不定的即个反正伊敢若打一边，但是反正讲我讲。敢若无一定爱投票啦，我都无用我家己的就好啊嘛。伊要逼你出来投票，叫你出来投票，所以这政治选举的效果，广告的效果是啥物？是加深你的立场，不是改变你的立场。这是咱互大家了解一下，讲这个传播理论内底有一款的讲法，就是互你愿意，比如以竞选的广告来讲，就是讲互你愿意为伊去投票，安尼大家了解无？就是互大家知影讲这个传播学的演变，还有过去这个历史事件，这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所以大家知影讲哇，一个广播剧会使造成这款的影响呢？真实的，确实是安尼。无简单，讲实在好，咱今日这个火星人入侵的这个故事，世界末日火星人入侵广播，在美国的广播大事件。这个人实在确实是天才啊！互大家了解一下，这可能一般人唔知影历史事件大家甲大家讲较遮啦，即嘛做个遮来讲得有什么心得咧？心得就是其实嘛无什么心得，因为我嘛是做到50集看者，发现讲
啊，满一年啊，其实无想过遐济啦。啊，当然制作当中是有真侪的辛苦啦，对啊，因为要爱食头路。讲起来，其实应该讲辛苦，我感觉我还可会使接受，因为是我家己有兴趣的物件吼。那第二是确实为着要产出来吸收是速度上紧的，意思就是讲，当你必须爱甲你爱讲故事嘛，你爱做功课嘛，当然咯。较早为着要考试，为着要啥吼，看册是讲啊，平常时啊，平常时啊，你若讲要拼一本册来看。有当下看几个月，无一定看完一本，无迄个心理，无迄个压迫，无代志逼你讲你今日甲看了，慢慢来，慢慢来，动力啦，动力啦，无一个动力，通常个推塞安尼。但是因为你每一个礼拜拢必须要生出一个物件，你故事嘛袂使黑白讲，真侪物件，这拢是有根据的。有真侪物件你要做功课，你要去研究。比如讲，我反正拄开始为一本册内底看到甲广播，比如讲顶一集，顶一集咱伫讲到日本时代台湾放送即个代志，你除了即个物件内底，你一定会想讲到底75箍是偌贵，我嘛毋知影，你就必须要去做研究，去查迄个时阵的一寡论文啊，人诶上班诶薪水偌一般人诶月薪偌济，你有法度去比较嘛，所以真侪物件是你。除了即个故事，你看到一个故事，甲故事抓出来调整成你要讲的方式以外，还佫真侪爱补充的物件，爱互了解的物件，你必须要去做另外真侪功课，爱互人听有啦。是，所以真侪论文啊，真侪调查啦，日本时代物件，无形中嘛，通啊加减吸收，但都是为着要产出这物件，会逼家己加吸收一寡吼，逼家己佫较认真去学着这物件，所以。我讲出来的物件变成是我学到的物件，所以这其实是上大的好处啦。当然嘛，真感谢讲真侪人不管是赞助啦、留话啦，还是无共款的互动啦，尤其伫 Facebook 顶面，因为我会写较侪物件，所以嘛真侪人会分享因家己的想法啦，像我前2工写即个册读对较接摒去，这就是大概真侪人细汉拢会讲到的话。有啦，像我今日因为一个新闻事件，我都搁写即个。大家听到时应该是两礼拜前、3礼拜前的代志啊，所以恁会使翻头去看 Facebook 去找看觅。比如讲，今日写一个有人提顶照路，无人提顶照道，照你迄个道无效，因为看袂着人心嘛。对啦。你北来到底是规北道拢歹水，还是讲其实人是真好？一肚子的坏水是看不到的。人心隔肚皮，所以用顶照袂着啦，所以这都甲一个新闻事件有关系。你就看袂着心。所以就是定定写一寡微博的甲大家分享啦，大家去了解一下安尼，所以。有嘛真感谢讲真侪人会愿意留话啦，替我分享啦，等等的，对嘛？希望讲你大家若是咱的听众朋友，咱的天兵天将若是有介意就来开讲的台语话故事这个单元嘛是目前我做了上侪集的单元，会使加分享互你的朋友毋管你是要学台语的，对故事有兴趣的训练伊的听力伊听力的这个对台语的习惯伊惯势听台语这其实嘛是真好，你无一定爱伊听有，先听人。你家己人你讲话，听久你自然就听久加减就较有啦，就莫讲看字啦，因为即个物件你基本上，你若无甲伊讲，先听，你若先好听，教字你若有法度甲教伊写字佫较好，当然这真好。但是无至少你爱先好听，先好讲。如果台语是你母语啦，有的人生活环境完全无，拢共款。咱所以讲母语并无代表是讲台语啦，客话完全袂拢共款，就是你母亲的语言嘛。你当然有的人认为讲母语无去，就敢若你的筋无去共款。我袂讲甲较沉重啦，但是我认为你若会晓讲家己的母语。人会有一款亲切感，真要安怎讲？感觉你拄着的时，你就感觉足亲切。甲家己的过去有连结，有连做伙，甲即个土地有关系，迄个感觉是较心内较实啦。我感觉是我家己的经验是安尼啦，较踏实。嘿，这是我家己的经验啦。那毋知影大家对今日即个故事讲到咱故事毋知有啥物款的想法？即个故事较特别一煞嘛，拄好。
这个算讲庆祝50集，我嘛做一年啊，若有啥物指教，有啥物鼓励，再甲阮讲，感谢。这一集的内容你听到若是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 Box、Firstory 留言互我。若是你收听的平台有啥物 Apple Podcast 啦、Spotify 啦、Mixer Box 啦，嘛拢欢迎你会使留下个5星分数，互阮一个鼓励。伫即个 Facebook 甲 Instagram 会使查出亚特聊聊天就来开讲，嘛会使看到更较侪甲咱拄讲像节目内容的补充，我嘛拢会伫顶悬。再者，你若是即个行有余力心有余力，行有余力，愿意讲一杯咖比一杯脑糖你看像我这两节目，拢烧甲真忝我爱讲故事，我爱模仿安尼要鼓励我有更较侪即个创作那嘛会使点下即个 show note， 就是说明栏位有一个说明的栏位内底有即个赞助的连结网链看你要安怎讲拢会使。赞助是随喜啦，敢甜香香共款，随在你欢喜啦，迄是一种的鼓励啦。生意食水甜啦，人生是心意大，别的我嘛介意。不管是这啊，少拢感谢你的支持啦。你的收听我嘛足欢喜的当然你愿意听，我本身就已经真欢喜那安尼咱就后礼拜继续讲落去。好，再个继续咯。咱就到这为止咯。先安尼咯。拜拜。拜拜。